嫁入豪門，點解一個可以感到全家上下服服帖帖，另一個就傳聞輸到渣都冇，臨近離婚收場。關鍵原來唔係你有幾靚啊，亦唔係對方有幾愛你，而係一樣你諗都冇諗過嘅嘢。今日呢，我哋要拆解嘅就係豪門生存法則嘅兩個極端案例。首先睇下贏家組吳千語，屋村妹出身，老豆係斬叉燒嘅，嫁咗俾百億富三代施伯雄。哇！呢個身份懸殊係咪好似啲電視劇咁？一開始佢未來老爺施伯雄個爸爸梗係唔滿意啦。施伯雄自己都爆料，話佢老豆一睇到佢哋上咗娛樂雜誌封面，淨係 send 咗張相過嚟，一個字都冇講，但個不滿已經寫喺個 mon 度啊！但係吳千語點樣反敗為勝呢？3個字高情商真係值千金。佢唔理人哋點對佢，逢年過節禮物一定送到足，仲要送到啱啱好，送到老人家心坎度。婚後過年，直頭雙膝跪地同爺爺拜年。哇！呢招真係絕。最近施伯雄 post 咗條片，90歲嘅施家阿爺施子清捉實吳千語，指手唔放，笑到見牙唔見眼。成個家族聚會，佢又同啲細路玩埋一碟溫柔賢淑 model 傳開。廚房仲有至少3個工人姐姐，你就知個排場係點。佢唔係靠老公，而係直接攻略咗成個家族嘅權力核心，老爺同爺爺。呢啲先叫港女典範嘅極之體面。好，睇完贏家，我哋再睇下疑似輸家嗰邊。向太陳嵐最近喺直播度財明爆料，話有個富家女下嫁男演員，而家鬧緊離婚。雖然冇開名，但係全網都估係何超蓮同竇驍。向太點講？佢話個男演員以為娶到富家女就係長期飯票，所以唔理3721，將自己成副身家屙然搞個世紀婚禮，諗住之後可以連本帶利賺返嚟啊！點知如意算盤打唔響，婚後女家1蚊都冇俾過佢，連間屋都係登記喺個女名下。向太話可能係女方阿媽唔睇好呢頭婚事，所以揸實個財權唔放。個男演員想攞8000萬都唔得，而家拍戲連個婚禮錢都賺唔返，陷入財困。向太最後嗰句最英棍，以為娶進豪門能少奮鬥幾年，最後反而更辛苦。好返嚟呢，我哋開頭條問題，點解結局差咁遠呢？你以為你嫁娶嗰個人就搞掂啊？大家一齊睇下咩豪門潛規則啦。豪門唔係普通家庭，佢係一個權力結構，真正嘅權力核心好多時係喺老爺奶奶、外父外母手上。吳千語贏喺佢睇通咗呢點，佢嘅目標唔單止係施伯雄，而係施家嘅決策層。佢用時間、誠意同埋極高嘅社交手腕，直接攻略咗成個家族嘅 Big Boss。而向太口中嗰位男演員就犯咗兵家大忌，佢將呢場婚姻當成一盤同老婆嘅生意，以為 all in 個婚禮就係最大誠意，可以換取回報。點知個銀包根本唔喺老婆度，而係喺外母手上。你連個揸數嘅人都搞唔掂，梗係玩完啦。所以嫁入豪門嘅冷知識就係你嘅另一半可能只係守門員，真正嘅龍門係佢哋背後嘅家族長輩。搞唔掂佢哋，你連入場券都冇。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所有對豪門有幻想嘅朋友，確保佢哋唔會中招。留言講下，你覺得豪門婚姻情商同智商邊樣緊要啲啊？